王月啊，你即阵要去收租，毋知着偌久才会倒转啊？袂啦，我是要去附近的乡村里做倒3、5工，伊若较紧，2、3工就会倒转来。我是足担心的，你若无伫咧，我担心英大伊。英台是怎样？规工定来密点要房间内哭。哎呀，哭有甚物路用呢？事到如今，伊搁再哭嘛是无路用。你千万爱较小心，家己注意，毋通互伊出代志。英台已经是骂家的人了，我知影。知影就好。回禀老爷，酒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咱来去。是，你爱甲英台小可考劝一下。我知啦。夫人，你真是忍心将小姐嫁予马文在身？不忍心有甚物办法呢？王月已经受马家的骗礼啊，敢阁还会用敬假的心？安尼小姐未免太可怜，这是命，因我的查某囝歹命，也若要怪，就爱怪迄个梁三伯啊！伊为什么毋较早来呢？
歌吼。小姐，你已经几落天拢无食物件，若继续安尼熬落，身体是会胖歹的，你知无？小姐，你看你安尼最近，已经瘦到无一个人款。假使你若是搁再毋食物件，你早晚会枵死。枵死啊！看也叫我迄个马文才，小姐，其实你讲我是要安怎？刘兄若是来咱祝家，我是要用什么话甲伊讲？这一切变灰，你的错，老爷伊做主，看奈何？你放开心情，你着莫烦恼，也为你不会伴牛兄哥，我马家。那一上天随飞来，违背阮牛兄。我去恁家予迄个马小囝，我不如一时成父，迄个王死声。小姐，你放弃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放我做，放我做，你放我做，小姐，小姐，金心，小姐，你千万。无欠声，如今有有出路迄个无义是用枪，会死性命，敢讲小姐你无想啊？我记你小姐，无论安怎样，你总是爱等甲金牛相公一面，将代志甲伊讲互伊清楚，才要互牛相公怪你是一个无情无义、失心背叛的人。牛兄，你是安怎毋赶紧来祝家？牛兄。几重
回禀夫人啊，外面有一个叫做牛相公要来求见。啊，牛相公来啊！是。原来是牛三伯啦，可惜伤慢咯。你去甲牛相公讲，小姐已经是马界啦，所以夫人，你是毋肯互牛相公见小姐？英台已经是马界的人咯，免啊会用互伊搁甲牛相公见面咧。也毋过小姐伊，今仔日元月无伫咧，我又搁毋敢做主。万一若去互伊马界的人知影，这就事大咯。夫人。是毋肯互牛相公见小姐一面，毋是我毋肯，这是你教啊，叫我要哪有啥物办法呢？你敢知影小姐伊所拜情景伤自尽，应该是要死。伊头生只为要见故人，这要安怎咧？ 安尼啦，事老老大胆讲一句话，我想也是互牛相公入来好啦。夫人，我叫你也是互牛相公见小姐一面，互因将代志讲互伊清楚，安尼对牛相公有一个交代，也免得阮小姐伊愧疚伫咧心肝内。 好啦，我你去请牛相公入啦。是是。安尼，我紧来去变小姐。 还我如此。
云心啊，你讲安尼哪会对？咱是老朋友呢，咱伫迄个凉亭的时阵，咱嘛有结过拜。搁再讲，咱两个相好，哪会用讲什么话咧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袂变安尼啦。事九，啊，落去。其心，好好交代事九。是。云心啊，来，我咧讲来。我有足侪话想咧甲你讲，咱两人去找一个较适一个所在，我慢慢甲你讲。我足侪话想咧甲你讲的啦。好，这提示。好啦，好，你来。兄，小弟佮令兄不被指教，今天是特地要来拜访，请问令兄何在咧？刘兄，请你详细看卖咧。啊，你我就是英台。应台是你？ 3年前，我想要出外求学，伫草桥，甲牛兄你遇结金兰，杭州山寨东窗，想牛兄你的照顾，真是感恩不尽。贤弟啊，啊，当时头出的时阵，咱是兄弟的称呼。如今贤弟这样的打扮，我应该是称呼贤弟也是。杭州的时阵，我是女扮男装，如今嘛，改称兄妹就好。原来是贤妹啊！刘兄，请坐。贤妹请。牛兄，你即摆是路过此地，或者是？有兄这次是为两件代志而来啊。两件。一来是要来拜访伯母，多谢牛兄。二来是要看恁